人一个苏小姐找到一个年母来顾囡仔，伊发现这个年母咧甲红鸭拍下，是甲红鸭抱起来一直摇一直喊，所以妈妈合理怀疑小宝宝喙孔所出现的白口疮，嘛是年母母出来的。事后查证，这个年母根本都无合法登记。 够了啦，很累了，很累了。报名12点多，红鸭的目睭体甲真大腿，也困袂到吹。刚才看到林母家抱起来喊，喊甲真大黑，身顶的汗照到倒面正面桥，查某婴就亲像捡行一条，行到规边青顺顺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家长的心都碎去啊！我怎么看到你一直晃荡？没有啊。 就烦恼家己的宝贝出代志，赶紧带到病检查，甚至怀疑进前查囝的高考疮是用洗身躯水清洁引起的。细汉年纪却安尼对待，会真唔堪。住伫咧家人的苏小姐，因为做妈妈无经验，为着家己和宝贝得到上好照顾，才透过网络找到到处合肥林府。亲头看到伊等真侪证照，经过面试才给录取，想不到也是一场恶棒。 超心痛的啊，因为我宝宝住试管2年，好不容易才有的。我先生是说他有时候对不起，不然就是做到现在这样。它是非法的，处以6000到3万以的罚款，不当对待的行为，只要违法的话，会罚6万到60万的罚款。经过调查，姓王的店铺根本无合法登记，那真正是嫌可毒，相关扣罚60万。不过亲像安尼照顾这种幼囡仔，安怎做才适当？ 注意就是头颈部的支撑，那我们摇晃部分也是不能太大力，如果拍大力的话，可能会造成他的那个头颈部的损伤。虽然讲这个姓王的店铺面对家属这期，敢若要电切到体，不过证据会讲话，不管安怎做，无牌就是无牌，即马查某婴爸母无可能改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